國際新聞來看，險啊影響到全球半導體市場的三爽罷工的危機。佇全面罷工的前幾點鐘三爽工會甲資方達成暫定的協議，要來增加半導體部門的特別獎金，員工有機會摕到幾啊百萬，甚至是上千萬台票分紅。這場已經5個月勞資爭議危機嘛暫時化解。韓國三星電子工會代表崔勝浩甲三星高層李明九佇鏡頭前簽暫定薪資協議，雙方交換文件握手，上尾還佫做伙年軍頭畫 fighting， 原定18天罷工暫時劃停。총파업을 불과 몇 시간 앞둔 시점에서 노사가 잠정 합의안을 도출하였습니다. 잠정 합의 도출과 동시에 공동투쟁본부는 투쟁 지침 3호를 발령하여 총파업을 유보하였습니다. 根據韓聯社報道，三星電子勞資雙方20簽的初步協議，除了維持原本的年尾績效獎金制度，三星閣頭一擺替半導體部門增加特別績效獎金。根據協議，三星未來提撥相當營業利益10.5%的錢來做半導體部門的獎金來源，而且未設天棚，其中40%的獎金會直接分予規個部門，另外60%會照各主部門甲行政部門表現來分配。若準這業績是用營業利益來算，部分員工未來可能會透過擴充股的形式，平均摕到上懸5.4億韓元，超過新台幣1200萬的超級獎金。業界預估，三星電子今年營業利益有機會超過300兆韓元，假使真正達標，會當用來分半導體特別獎金的總金額是有到31.5兆韓元，其中的12.6兆韓元會由大約78000的半導體部門員工來分，平均算落來，一人會當摕到1.6億韓元，相當新台幣360萬的績效獎金。 근본 잠정 합의가 상생의 노사 문화를 만들어갈 수 있는 출발점이 되도록 하겠습니다. 這場原本特別發生的罷工，差一點衝擊全球 AI 甲半導體市場，可能會讓三星電子損失超過100兆韓元，大約新台幣2.2兆。所擺韓國僱用勞動部長金英訓20下晡加入去超測，勞資雙方尾手攏退一步。三星工會表示，20下晡2點到27下晝10點，會針對暫定協議進行會員投票，協議必須通過表決才會正式有效。若準最後有過關，持續5個月的三星勞資衝突嘛總算會當落幕。公司新聞陳秋梅編譯。